哦，一切规范，愈讲无跑拼，愈老又加运作有想法。连金光景的32分，对嘛？前面内底讲，连金光景20分嘛，伊就讲，哦，伊给讲一清楚。哦，所以咱伫上课内底当中，所凡所优秀，但是伊无物件，迄拢是真实的物件，一定要了解。好，再来第三步诶，这个是步诶，无法在世间不离世界间，离世界破灭较无法在世间不离世界，离世界破灭较无法在世间心变得腐败，一切法变得腐败。一切法，这部《金刚经》的第10章内底当中讲到，因为你讲啥话变得腐败，你本来就是混啊嘛，你本来就是混，或者叫什么教，混或者叫什么教，你就是混啊嘛。咱叫做未卖的粉嘛，啊，粉就是叫做觉悟众生嘛。未卖粉，明灭，未卖粉叫众生嘛。觉悟众生叫做粉嘛。干讲的是人嘛，你唔是分离，我在世间，什叫做腐败？拄则讲一切话叫做腐败，腐败唔是你另外一个世界买出啊，唔是这个。其实，你这世间无外面的是腐败。好，干讲起来，咱今日这个所在，这个。咱这个所在，这个咱叫做哪？凡间嘛，叫做世间嘛。啊，咱世间当中，因为你这个叫做五乐世界，有做社会嘛。啊，你有做五乐世界内底当中，欲界、色界、不色界，哦，甚至这个三界、六道众生拢一块。啊，三界六道众生就是拢混连埋嘛。啊，而且你练嘛，咱而且你练嘛，好，练就是叫做修嘛，修炼嘛。那我在世间，你今日离这个世间，离开这个世间，要去找到一个佛，就换一个解释讲，你今日我是目镜，你当要去找目镜，好，啊，你今日家己就佛啊。你都去找一个分，跟你讲起来是啥？所以呢，图灵尼禅师啊讲，伊讲我有明珠一颗，我有明珠一颗，啊久别尘劳风手，啊今朝沉静光生，照遍三途万道。我有明珠一粒嘛，这明珠嘛，啊，这个民族就是讲些物件，这个民族讲叫做佛性嘛。这个民族就讲叫做佛性。我有民族的课题，咱一个人拢有一个佛性，跟你讲明是安怎？所以佛在咱讲一句，大家众生富有如来智慧的相，就是要讲这个物件。大家众生哦，富有如来智慧的相。你图灵尼禅师讲，我有民族一颗哦，我有民族一粒。但是你讲的物件，是拢总讲出，啊，人讲叫做自性，哦，啊，人叫灵魂，哦，足侪名词啦，哦，但是当中呢，因为伫这个世界内，跟你讲嘅，咱真侪只大部分，咱大部分，那安尼呢，咱家己有分，要叫做分，你讲出来无法，你讲出来，你本来分讲出来就是无法。对你的地位讲出来，这个法，这个叫做佛法，一切话叫做佛法。其实你讲出来是色、意、会，是意
会来讲的，什么叫做是议会？是议会，这是因咱的世界叫做对立的物件，对立的东西呢。安怎讲？咱世间的人啊分别，这个叫做善的，这个叫做恶的。这世界人啊分别叫做安怎讲？是甲非就是咧讲这个物件，是甲恶。但是这叫做无分别嘛，无分别嘛。无分别就是别，啊！你若用善分别、善分别、不能分别，善甲恶已经不存在物件。善分别就是讲，伊叫做清净无量嘛。因为这个善甲恶是咱经验啊讲出来物件嘛。伫思想上内底当中，因为伊伫真理的真。伫亲情内底当中，伊无善甲恶这两个物件嘛，所以六祖应该讲不思善甲不思恶嘛。思善甲思恶是思想出来的物件嘛，思量嘛，思量出来嘛。啊，若不思善呢？不思善呢？若不思善，都不思恶呢？你无思这善，甲无思这恶呢？那无思这善，甲无思善甲思恶是分别的，就咱拄则讲对立分别。啊，若不思善甲不思恶，因为以善甲恶来讲起来，伊是不存在的物件。对你的自心中所造出来的物件，因为伊若无迄个加一个迄个思量落去，六祖来讲思量是变化。甲你讲思量就是有心嘛，你家己心量的变化。啊，你若不思善甲不思恶呢？你无迄个思量变化呢？有善恶无？一个囡仔，吼，因为伊毋知的囡仔，无思想的囡仔，因为伊无思想嘛，思量的分别的无分别这个囡仔，伊所做出来拢善。伊所做的拢善，迄个叫因，所以咱若是过咧讲，人的父，风，咱就河道是过咧讲，父风甲人父风，风母，人父风，女父风。这个人若比着咱查甫来甲解释，来甲做一个解释讲，这个叫做阳，这叫阴，女叫做阴嘛，对无？啊，女叫做阴，男叫做阳嘛，叫阴阳嘛。啊，伊阴阳的内底当中呢，因为这若比书来讲起来，就是有善恶嘛，阴阳就是善恶嘛。但是因为人甲女，这就叫善恶嘛，阴阳嘛。那你阴阳内底当中，咱女，你人，敢是安尼？你有思想，敢是？有思想啊！你只能讲负看，这物件如何？你叫我恁这负的，较像负的，看如何的？敢有可能？伊是啥原因？因为你有思量伫这内底啊。但是因为迄个婴儿哦，婴儿啊，囡仔婴儿啊，伊还会思想的时阵，伊还会思量，伊无善恶的时阵，男的甲女，伊甲有，男的父母，女的父母，人有灵犀一点通，伊甲天会通呢，现在个地方，伊无思量伫这内底，所以伊甲你讲不思善不思恶嘛。是明啊！你本来面目，啊！你本来面目是对对呢？对自性，因为你所流露甲天的感应，因为伊内底当中无使用善恶内底，有善恶内底当中有分别嘛，有分别内底当中呢，就是叫做无分别啦，迄唔叫善分别。啊，所以咧，第一个就是男女，因为咱已经落入一个使用，有欲啊，有欲望啊。有欲望这个思想内底当中，咱所叫迄个
用思想抗调的，咱避免这个心理情境啊。所以你咱本来就是分，本来你就是分，因为你思想里底本来就是清净无量嘛。所以咱有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间。你这个世间，你这个自性无离开这个世间嘛？你离世间，离佛对不对？不离世间嘛？所以咱离世灭菩提，这个离世离开世间，特别找的一个菩提，这个菩提叫做什么？这个菩提，这个菩提啊，叫觉。这个菩提叫做觉。哦，菩提十道。这个叫做有情啊，有情啊，叫做讲有情啊，这个叫做分啊吼，菩提，菩提本自性，用心即是讲，随心在无叫，但行无三种啊。菩提本来就是觉，就是自性，就是分嘛，就是自性嘛，对无？这名词作这觉，分甲自性嘛，这叫做菩提嘛。十道，咱叫做菩萨，十道。菩提十道跟这个萨埵跟有情嘛，所以咱圣经来讲个菩提萨埵嘛，所以叫做觉有情。啊，这觉有情，这个叫做菩萨嘛。咱过去要讲的，阿罗汉已经自觉名嘛，阿罗汉已经是觉名嘛，阿罗汉伊无有情嘛，无度化众生有情，伊叫阿罗汉叫自觉。阿罗汉叫自觉，伊无觉他嘛，伊无觉他嘛。伊无甲他这有情，所以阿罗汉因为伊的功果无大嘛，所以讲18罗汉同一路就是讲这个道理。所以阿罗汉因为今日咱菩萨，咱个菩萨就是因为菩提十道，因为伊讲的讲叫做菩萨安尼嘛，啊，所以伊就是有度化有情嘛，度化有情众生嘛，所以金刚经里第8来讲，若有人受持托相出应。乃至于事必定为他人说，为他人说就叫做觉有情嘛，具心理，因为伊的攻击性自性，所以才来讲，离开灭菩提，你离开世间要找什么物件？灭就是叫做找，这个灭就是叫做找，要找什么物件？要找你这个觉，要找你个分，要找你个自性。后面这句呢，较特别说法。套到无，意思讲无可能啊！离开世间要找佛性，无可能啊！所以咱人若死，都要请师傅甲咱转西方国，要转南方嘛，转北方嘛。好，啊，其实人死叫师傅要转西方嘛可能，因为当然，咱袂使人个人文化，啊，咱嘛袂使讲人叫一世间是文化嘛，这叫做是文化。文化嘛。啊，你咱你今日事情，甲咱咧做，人个咱甲咱今日事情陪眠，恁老爸、恁老母拼一世人，啊，等于伊拢捌做电脑话，啊，这是伫咧拼互人看，好，拼互人看尔啦。咱就讲，人咧今日甲咱陪眠，咱无做上看袂使，基本上来讲嘅，对这种无办法。这是一个安那世俗思想，今日唔好其他，就是你今日家己真正咱破离世间，不离世间个离世的菩提，靠住佛陀，你家己去找着你家己这自觉，来找这个。咱去修明书记，咱今日自这个叫做原始点，这个关系点，关系这个点。原始点，所以对这个点，现变，这个点就是讲啦，讲这个经济，这个点就是讲这经济连接的所在。你若有甲点咧突然，伊就无形象。这个经济安怎就会出现？这个经济安怎就会该中断？这个经济你若甲咧突然，伊触犯着迄个那土壤，迄个땅迄叶迄个表，迄个花，
这真叫做花。花生里面花芽、发芽，是毋是安尼？伊发芽就成长，伊就生机来。咱今日去寿命是一季，27点的内底当中，我们找到20点。咱规个这个点，所以讲欠人一点，啊嘛输人添添。哦，欠人一点啊输人添添，啊一点就是不关4点，这点就是有啥物件？伊这点就是讲，咱今日去要到咱的内底，点会点中，咱无去离掉咱的开关，你没有开关啊，玄关没有开关，你无开关，你无点着，你无开个灯，你内底要怎样？你永远关嘛。所以众生的命脉就是利用道轮回，用道轮回。离金刚经的第6分，当然讲七界修福者，七界修福者。七界人生颠颠方面，七界你要饲要饲做一界，咱有啥是5界，有这5界，但是你若这个点原始点你无得着，你要饲界。所以七界是福者，无处中处，人生心性地处一切。伊讲当你是人物，有分三处，有分二情成品。所以呢，过去常讲，是咱用这个分。伊用了5世分，伊有千人无量分，伊还袂当做着阿拉。咱过去是因为伊是惊得着福报，无得着利，无得着这发阿弥陀罗三百三菩提心，无得着这心无嘛。所以今日有法在世间，你毋通离开世间，你找着你家己这个天机，这是上个物件。出离绝对轮回，出离绝对无当出来。即界就一个基础轮回，是因为你比较无知，另外就是轮回，你找就是轮回啊。啊，你比较无知，要当飞来哪里？你后尾啦，牛啦、马啦、猪啊，要来找着这个关系点嘛，要来找着你这个佛性啊，你要来找，永远是无机会。所以咱一定要知影，正念念出世，正念念出世，写电念世间，写就真当中菩提是观念。即句话就你来讲，正念，什么叫做正念？什么叫做邪念？所以正叫做无偏，这个正叫做无偏，念出世，因为这个念出世，咱一定开始爱表达，离世间法的内底当中。离世间法的内底当中啦吼，拢叫做对应。离世间法的内底叫做对应啦。写见离世间，写见就是对应法，叫做写见。正见就是无对应法，安尼听啦吼。因为你要出离这个世间法内底当中，若对应法袂当出世。对我讲，善甲恶。这样叫做对应，那叫对应。好，因这叫轮回，哦，这叫轮转，这叫轮回。所以呢，这个物件，世间法的内底当中，所以讲叫做对立法，哦，比长论短，争强斗气啦，哦，比较计较啦，哦，争取斗取，言举取得。拢总是世间法的物件，因为换一个解释，这个邪甲正，这个邪就是讲你这做人，你做人无正，你这做人作邪，你这做歹人意思。这个邪就是叫偏见，伊有了解叫做正见，什么物件？啊，所以正见叫做世间法，叫做对法，叫做偏见。所以你世间法内底当中叫做有相，叫做有相；你世间法内底当中叫做表象，所以我哋金刚经的第5分内底当中，伊当来讲，以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；凡所有相，该是希望。希望，希而不实，希而不实，妄而不真。
个讲起无真实。凡所有相，拢是虚而不实，妄而不真，拢是无真实的物件。但是这种叫做世间法的物件，世间法就是有相的物件嘛。有相有观，观的就恶嘛，有歹看嘛，有水的就是歹嘛，对不对？有大金厝有小金厝嘛，这种叫做对立嘛，叫做对立嘛。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世间法。但是因为当中这种叫做呢，无真实的物件。咱嘛知这个厝，好，自起来到即马，超4、50担啊。但是咱因为50担这个厝就袂用起来，是毋是咧？那叫做心存怀空嘛。咱人叫做心莫袂死嘛。哦，有阵这个7、8、10岁来耳孔哦，要千米干呢。即摆耳孔要听哦，但是隔壁你著听无 OK， 含头前你著看袂清楚啦。敢是啊，毋是？会安尼会啊吼，少年啊，顺风耳啊，千米干呢，即摆情况有无？无法度变化退化，避免那讲，因为世间法的物件拢会退化，出世间法的物件伊袂退化，自身才会退化，所以一进一进进，万境自如，所以正见就是讲叫做出世间法，这个叫做轮回，这个叫出世间法，更讲这个叫做。正见就叫到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这个叫做正见；邪见就叫天人阿修罗，叫做这是个地方，这个叫轮回。安尼讲，迄只法，咱就知影。所以咱今日去离佛离八正道内底当中，考一个来讲正见，好无？第二步叫做正思维，第三步叫做正悟，第四叫做正业道嘛。啊，八正道里有道上内底叫做八圣道嘛。这个正这所在，对不对？这所在对不对？拢是这个所在呢。好，差几合理，啊，是呢？这差不多。但是你这个所在偏，你这个所在偏，这个偏或者叫做念，正念、邪念。好，你一个正念，一个邪念，你要差无？所以你今日这个来讲，咱今日修行过来底当中，咱有着正法，咱当紧做落去；咱有着偏，咱走不归路。一世人惊变，变一世人，变互袂喘，特别是疲劳，要讨论有经济足可怜。所以咱来讲邪正。真哪曲，讲到这个物件爱看啦，爱看邪，爱看正甲邪。这句足重要，因为这个是冥想。如果咱落去执一个正甲一个邪，其实执这正，这嘛是一个念，这个念嘛是无清啦。不清净，你知道？佛法内底当中一句怎样讲？伊讲言语多端啊，道断。好，心行处昧。这两句话，互你入冥想，圣贤的冥想，甲邪见的冥想，安尼讲听。先甲你落去一个出世间路，甲就是互你比你一条路，先比你一条路。但是第三句话就是看你这两句冥想，邪正真单强，袂使落去邪甲正的这两个因素，所以言语都重要，言语你讲啊，心行心起一个动念，这都有影。伊物件袂使把你灌在思想内，所以你迄个楞严经那是讲，第一件是理是无有本，第一件哦，你直接哦，第一件
你入一个第二题，你入一个第二题，无名本，无名的根本哦，无名根本根本的第一个分的地点，这分的地点哦。但是你个入这个第二题偏凉，因为你的进入这个第啊，所以呢，第件无件数据的话，因为叫做改差，所以呢，你个入这个进或者下面，安尼就偏凉。因为这两个是来介绍，介绍是咧，你袂使入这句话换成解释讲，见相、看相、见实相。安尼讲不好意思，这句话就甲你入一个相，入到一个名相，世间正面的名相，甲出世间的名相，甲离世间的名相，这两个叫做名相。写正就当看相，爱看到写正的名相，那安尼你的自性，你的实相才走出来，这道理很好。这个三体道学马上造出来。如果你今日拿到你这个相，你进入这个相，写正你进入写正，安尼叫对立化。虽然讲你要行入世间内面对立，安嘛唔对，所以来讲第三步爱看相，看你写正之相。啊，安尼你破题是关键，你破题自身到真正流露，关键就是讲要真正流露出来，就是关键。主相是对吧？《金明大法传》马文经累劫五节三啊顿出相，这个有相送的吼，叫做顿啊，顿教，顿的顿法，教叫做教，一名叫做大法传，大法传，因为不能在这有小传啦吼，中传到大法传啦吼。这是一个名称啦，叫大乘、中乘、小乘、最上乘。无车、六车啊，便无车就讲叫做自性。啊，这大法传就是讲叫做自性。哦，要见成这入念大法传就是讲，因为主上这个上法无上所，这个物件就是咧讲顿教、顿教，就是讲迄个叫做大乘法语。叫名叫做大法，这个大法传也解释叫大乘法。马文经累劫，你若骂我人，就犯劫法。另外一条轮回，你若摸这三啊当前这是真阳关，真水真火一俱全，已经直理一条路，灯光照耀在眼前。二目神通来发现，刹刹妥妥就大悟山。西天虽远，请客到，请客到。古众路儿早晚辈子里，2000亿嘛清楚。西天虽远，请客到。我请到啊！无你早晚辈子里要坐飞机，这个代志，要想我代志。换只一部车，啊，袂食千万里，啊，这个就是咧讲见性的法门，大法门就是不大乘的法门，就是见性的法门。哦，于乎是德是檀香道，生来死去见当前。于乎是德，如乎是德，是的，欢迎说，欢迎说。檀香道，后尾这句话做对了，生来死去，去见当前，当前就是当下，生来死去，看你讲啥，看你这三啊干，看你这三啊干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是无相送的啊。这个地方消费的3分钟、4分钟一样哦，所以当然六组的意见哦，咱我同意。